那么之前几堂课没有上课，主要是这个身体有一些疲累，也就是类似快要感冒，所以如果不休息几天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之后的几堂课会更辛苦，没办法上课。所以虽然说是休息哦，但只是以这个为借口，其实也没怎么休息，因为还有一些其他事情要处理。那么首先，今天要向透过网络观看的各位上师、祖古、善知识，还有这个比丘，然后尼众，还有所有的法友们，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大家好。那我们在前几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简单的这个讲说了大迦摄尊者还有阿难尊者的一些故事，还有相关的一些背景的一些情况。那么接着我们要讲解这个第一次结集，也就是原始经典的成立。就像之前课程中有提到过，那么这一次课程，当我们讲到这个第一结集，还有原始经典的成立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经论来讲解。那因为针对第一次结集，有很多不同经论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第一个是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全部都讲。再来第二个全部都讲，反而可能会变得更混乱。所以主要我们这一次依据两部经典来解释第一结集。所以一个呢就是依照这个主要是汉传佛教的法护部，也就是贪污的部的四分律。那么主要就是我在翻译这个四分律这几个字呢，到藏文的时候，这里用的词跟我之前翻的不太一样。所以总之呢，我们会依据的是这个四分律。再来另外一部呢，也是在汉传佛教当中的一部叫做《大智度论》。那么主要以这两部为主，那附带的也会再提到其他不同的可能戒本或者不同的一些说法，再加进来补充一下。所以首先呢，我们就先谈一下这个四分律这个部分，来看四分律中是怎么来说这个第一结集。那么在进入这个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整个这个四分律的它整个这个故事大纲的一个顺序。所以首先呢，四分律里面顺序第一个是提到这个摩罗子，就是摩罗国的这些人呢，摩罗子他们要准备这个佛陀的这个火化大典，就是荼毗。接着呢，有谈到迦摄，他在路上碰到一些人，就得知到佛陀涅槃。再接着会谈到迦摄，还有他带领的像500个比丘等等最后如何见佛陀一面。接着，当他们见完之后，就决定要结集。
再接着有一位比丘，他是来自于拔舌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叫拔舌子比丘，他为阿难说法。那接着阿难因为听了这位比丘的说法，他就得到了。然后再接着就进入到这个戒律，其中尤其是这个小小戒哦，或者叫这个杂碎的戒的一个讨论。再来呢，就会有讨论到阿难的7罪。接着是优波离尊者，他集这个律典；再来是阿难尊者集这个经典。然后在最后是有一位叫富楼那的这个尊者。所以大概这个就是整个4分律它的顺序，或者说他在讲解这整个过程的一个大纲。那这就是我们等一下主要会大概讲到有几个这个部分，但是呢，附带的呢，我们会以这个5分律为做补充，同时呢，还会再加上这个上座部的，或者我们说巴利藏啊，巴利文的藏经当中的一个叫见度，它是应该是出自小品啊，见度里面的小品里面的一些内容。那所以我们附带提到，像5分律里面的顺序呢，那么它的顺序啊，我们会附带的提到啊。那这里面的顺序是，首先是迦摄听闻到佛陀涅槃了，大迦摄，然后接着他就决定说要做结集。接着呢，就是这个拔舌子比丘，但这里叫拔其比丘为阿难说法。接着一样，再一段就是阿难成道。再接着呢，是提到有500罗汉，那么就到这个王舍城就绪。接着是大迦摄问优波离这个律典的结集，然后是大迦摄问阿难经典的结集，再之后再进入到这个杂碎戒，就是小小戒的一些问题，再之后再提到阿难有6种罪。在讲完这个之后呢，最后大迦摄尊者决定说，这些小小戒呢是不管的，就是所有决定，就是所有全部的戒都要持守，都要结集持守。再来是富楼那参与这个第1次结集，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阿难，他度化这个禅陀比丘，也就是车逆他后来成为这个比丘的一段故事。那接着呢，这个投影呢，它就是这个巴利藏经里面巴利文里面的一个叫见度这部经典的小品顺序有提到，那也是都是有关第1次结集的一些大纲内容的顺序。一是迦摄闻佛涅槃，然后决定要结集，然后接着是他们决定让阿难加入到这个结集的团体当中，然后接着是500罗汉呢，就到王舍城，就是大家集合就绪。接着是阿难得道，然后是优波离结集律藏，然后是阿难结集经藏，再之后是讨论这个小小戒，就是杂碎戒，然后再来是这里提到是阿难是5种罪，然后是富楼那，然后这里接着是阿难度化这个禅陀比丘。在这里比较不一样的是，有提到要侍女侍奉供奉这个僧衣，应该是皇宫的一个侍女她供奉这个阿难僧衣。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可以说一个寄颂就是总结整个这样的一个故事顺序，有这样一个寄颂做结尾。
所以我们接着就主要进入要以四分律的这个顺序为主。那里面我们会附带提到五分律还有渐度的内容。那么明天后天休息，那么下星期一我想会再加入这个根有律里面，那主要是藏文的藏传佛教的根有律里面是怎么谈这一部分就是第一次结集可能再加进来。所以四分律的顺序当中，那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摩罗这个地方的摩罗子的人准备这个图皮。那这里呢叫做摩罗子。就可以也叫做就是摩罗这个地方的这个的人所以当时呢，这个世尊他在这个居士那城的摩罗园一个梭罗林这里涅槃了，圆寂了。然后当时呢，就有这些摩罗的人、摩罗子来洗浴佛陀的身体，佛舍利这样子，就佛陀的身体。然后再来说，用这个一种洁净的棉布，叫做洁被，来包裹这个佛陀的身体。而且呢，外面再有，然后接着在外面呢，再有500张的这样子的叫洁被，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棉布再500张的把佛陀的佛身舍利就整个身体把它缠缚起来。然后接着呢，有一个铁棺，所以佛陀就放在这个铁的棺材里面，棺里面，然后里面盛满了香油。然后在外面呢有一个木锅，就是这个棺材的外面再有一个棺材一样，就是木锅。然后呢，然后接着呢，在这样的一个木锅下面呢，就放了很多的这个木柴。那当时呢，这些摩罗的人呢，摩罗地区的人，那他们就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人就拿着这个可以说火把吧，就是要去点燃这个火。但是呢，这个火就是点不起来就熄灭了。然后那这时候再有一些其他的摩罗的人，那么这也叫大的摩罗子，可能是他们比较更有地位吧，或者是这样的人，也是摩罗的人，他们也就是轮替的就试着想要以这个火点燃这个但是都烧不起来。那当时呢，这个阿那律尊者就在旁边，他就跟这些摩罗的人说，摩罗地区的人说，你们不需要这个样子努力去再点燃了，因为呢，天神会把这个火浇灭熄灭的。那当时呢，他们就问，为什么？他们就问阿那律为什么要这个天神要把这个火灭掉呢？那阿那律就回答说，那因为摩诃迦摄他现在正在这个一个地方叫波婆，还有在居士那城在这2个中间在游行。
所以总之呢，这里有提到2个城哦，一个叫波婆城，那一个叫做居士那城。当时摩诃迦叶正在这2个城中游行，而且有跟着500位的大比丘众一起。所以因为迦叶他们就想要来见，希望能够见到佛陀的身舍利还没有被烧之前的身舍利。所以天神知道迦叶有这样的心，所以就把这个火熄灭了，所以你们是点不燃的。所以阿那律尊者解释完之后，这个摩罗子就说，摩罗的人们就说，大德阿那律啊，那么我们现在就稍微停下来，我们就按照这个天意就是天神的意思，我们就现在不继续点燃这个火。所以有这么一段故事，就是摩罗子摩罗的人他们是如何准备这个荼毗的，就是火化的这样一个典礼的。然后接着是迦叶尊者听闻世尊的圆寂。那就像刚刚这个阿那律尊者解释到这个摩诃迦叶呢，他是在这2个国中在游行，但是这里也提到说他是跟500位大比丘三一起，但到底是不是真的有1、2、3、4、5正确的数字500，还是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概括性的一个数字而说这样子。那所以这2国呢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是过去呢在印度有16个大国，就是在中印度有这16个大国。那其中有一个大国的名字就叫做摩罗，就是所谓的摩罗子，就是摩罗这个国。那在这里面有2个大城，一个呢就是这里叫波婆城，那一个呢就是居士那城。所以一个是居士那城，就是佛陀圆寂的地方；再一个叫做波婆城，巴布利，现在好像应该叫做巴布利。所以现在还是有这样一个地方的。所以四分律这里是写作叫2国，其实是2个城，是在摩罗国里面的，就是16个大国里面的摩罗国里面，那么有2个城。那么这个大迦叶尊者摩诃迦叶就是在这两个城中在游行。那么所以这里就记载，他就在这样子游行的时候，路上呢他就遇到了这个几位尼犍子，就是我们说6世外道里面，那么有这个叫做尼犍外道，尼犍子就是他们的人，尼犍的外道。那么他们就手中拿着呢，就是这个世尊佛陀涅槃的时候的，他们准备大概要供养的这个曼陀罗花吧，所以他们也在路上也在走。那本来我有准备这个一些投影要给各位看所以总之呢，大迦叶就遇到了这样几位手中拿着曼陀罗花的这样子的外道的人呢，在行走。那大迦叶远远看到就问说：“你们从哪里来的？”他们就说：“我们从这个居士那城来的。”那大迦叶问他们说：“因为大迦叶知道世尊佛陀在居士那城嘛。”那他就问这些外道说：“尼犍子说，你们认不认识世尊佛陀是谁？”他们就回答说：“我们认识呀。”接着大迦叶又问：“这个佛陀他还在世吗？”那他们回答说：“佛陀已经不在世了，他已经这个比较般涅槃或者说圆寂，
已经7日了，所以我们就是拿着这样的曼陀罗花的目的就是这个。那这时候迦摄听到之后呢，他其实心中是不欢喜的，也是难过的，所以说是不悦的。那当然他已经是这样一位阿罗汉了，那当然不会像我们凡人一样了，有那么多的这种大的烦恼。但是呢，四分律中里面就记载，他周围还有很多的比丘是还没有证得果位的，还叫做未离欲的这样的比丘，所以他们也听到了世尊已经涅槃了，他们就像是这个树，这个叫做啄树根然后啄树，然后这个根断树倒一样，他们就全部都难过的倒在地上是一样的。然后他们就哭着就说：“哎呀，这个佛陀涅槃的太早了，这世间的眼，世间的明眼已经没有了。”然后他们也说，我们佛教，我们的这个宗法，我们的这个佛教已经还能延续下去吗？有这样的意思。再有一些也是没有离欲的比丘，他们就像是这个圆的木头在地上打滚一样，就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他们也在说，为什么佛陀这么早就涅槃了呢？那么这时候呢，在这里说有500比丘嘛，那么就在这500僧里面有一位叫做跋难陀世子，那他是我们说一般说佛陀的僧团里面呢，有这个叫6群比丘就是总是制造僧团麻烦的，就是行为很不好的几位比丘，其中就有一位，就6群比丘之一的这位就叫做跋难陀世子。那当然还是也的确还有其他的僧众可能也是不太守规矩，但是这6个可以说是最不守规矩的。那其中这个跋难陀世子更是不守规矩的一位。他在这个时候他也站出来说了一段话，他就说：“哎呦，各位比丘啊，长老们啊，你们不要哭啊，你们不要哀愁。他意思就是你们这时候不用哭了，没用的。”他就说呢，我们这些叫摩诃罗，就是我们在摩诃罗边呢，就得到解脱了。我们在这个佛陀边，我们已经得到这个解脱了。那而且在佛陀身边呢，他已经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了。哇，那现在佛陀不在了，我们也自由了。那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反正他那时候一听，换句话说，他就说你们别哭了，反正佛陀不在了，那我们就很开心啦，就不要哭了，这时我们就自由了，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不做什么就不做。这时候大迦摄一听，本来已经很不开心了，难过了，又听到怎么有这样的一个人说这样子的话，这真的是可以想象他非常的难过，所以他马上就跟所有的比丘说：“你们快点，你们把你们的这个3衣啊，还有你们的钵这些全部都准备好啊，我们赶快去见这个世尊的舍利在还没有身体还没有被烧之前我们一定要能够见到。”所以呢，这所有的僧人赶快就把这个3衣啊，还有这个钵就收起来了，就往这个居士那城去。所以这个就是大迦摄尊者听闻世尊圆寂的这个部分。然后接着就是
迦摄还有众人呢见世尊最后一面的一段故事。英文有点说是要跟他道别。所以四分律当中这里就提到，大迦摄就跟500位比丘呢就到了这个居士那城，然后接着再走出这个城，然后渡过有一个河叫西兰若河，然后到一个地方，一个寺叫做天官寺。那这时候阿难就在那里了，所以大迦摄就马上问这个阿难说，就跟阿难说，阿难啊，我们呢，如果我们很想见这个世尊的舍利哦，所以如果还没有烧的话，我们真的很想见。阿难一听就说，现在这个世尊的舍利哦还没有被烧，就整个身体，这舍利就指他的身体还没有被烧。但是他说呢，阿难就说，你们要见的话是很难见的。为什么呢？他就解释说，因为世尊的舍利呢，首先是有先清洗过他的身体，清洗过，然后又用这个结被就是棉布裹起来，然后又有500张的这个结被再把它包起来，然后放在一个铁的棺里面，而且是盛满了这个香油的，然后再在那个外面呢，再有一个这个木果，就是棺材外面的一个套棺呢，就是一个木果，然后在下面呢就放着，你可以想象下面就放着很多的木柴，所以因为全部都包起来了，然后又放在棺里面，外面还有一个木果等等所以现在要烧，就准备要烧了，所以你们应该很难见到的。但无论如何，大迦摄尊者还是慢慢的就往佛陀的舍利那边走过去。结果呢，这个棺还有外面那个棺果就自然的就打开了，然后呢，世尊的脚就露出来了。那这时候大迦摄他就看到了这个世尊的这个脚，他的脚呢是有一点这个污垢的，有些脏的。他就问了阿难说，因为反正都是阿难的错嘛，之前讲过，反正就是大迦摄一看就赶快问阿难，这世尊呢，佛陀呢，他是如同金色一般这么的庄严，深金色嘛，有这样形容，是如此庄严，他怎么可能脚会是脏的呢？这时候阿难就回答说，大迦摄因为呢有很多这个女人呢来见了这个佛陀，他形容说叫女人心软，所以他们来礼佛陀的时候呢，都这个流泪了。所以这个泪呢，就掉落在他们的手上，反正然后他们的手呢，又去摸了世尊的足的脚，所以就是弄脏了。所以因为印度的女性也会涂抹很多的这些脂粉吧，所以总之你可以那个脂粉流下来之后，弄到手上也脏了，然后他们就去摸了这个世尊的脚，所以就弄脏了。所以总之大迦摄听完也是不太高兴，但他还是礼敬了这个世尊，还有他的就是世尊露出来的这个脚，还有这时候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还有很多的，这是形容到诸天大众都来这个礼敬佛陀的足、佛陀的脚。慢慢的，这时候接着礼敬完之后，世尊的脚呢又收回到棺内，又看不见了。这时候大迦摄呢，他就
可以说非常的难过，他就哀叹的就说了一些诗偈，然后绕着这个观呢有7次。当他绕完之后呢，这个火呢就不烧自燃了，就没有人去点，但是它就自然的就燃烧起来。因为之前就说那个天人不就说啊，这是在等着大迦叶来嘛，所以在这里大迦叶这个全部都礼拜完绕完7次之后，就自然这个棺木就烧起来了。当给了妈妈，我就专门的印度山第一个的御前呢，为送钱表给卡送到山了，当然卡上我嘛，去杂交场里呀，用兰嘎里呀。这时候接着就进入到决定他要结集，所以大迦叶呢，就趁着所有僧众都在的时候，他就说：“我之前在来的路上就听闻到有这个这个跋难陀，就是那样一个6群比丘之一，那个比丘说：你们不要哭。他告诉我们说，让我们不要哭，因为呢，这个过去佛陀总是告诉我们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现在呢，他不在了，那么我们都已经自由了、自在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想做什么就不想做什么。那这里就是戒，想要持守就持守，不想持守就不持守。大迦叶尊者说，我在路上听到了这个比丘，他既然这样说，所以接着他就对所有僧众说，我们现在真的得要结集起来，我们要把这个尤其律典要赶快结集，不然呢，真的是很快的外道就会对于我们有这种闲言闲语了，就会讥笑我们了，会说我们什么呢？这个沙门瞿昙呢，就是佛陀的这个法律哦，就是他的这个戒律法律的内容，就像是烟一样就没了。那么世尊在的时候大家学，世尊不在了之后就不再有人学戒，我们不可以让这些外道这样来说我们。所以接着这个大迦叶就说，各位长老，我们要结集这个律典。接着呢，这里面就形容说，这里面有499位阿罗汉，都是非常多闻的，非常有智慧的。所以当时大迦叶尊者并没有想说所有僧众都能解邀请哦，就是只有里面最有智慧多闻的请过来。那其中呢，就与位比丘说了，我们呢应该把阿难尊者也放到这个我们的结集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大迦叶一听，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把阿难放在这个我们的结集这人数里面。为什么呢？大迦叶说，他呢有这个贪爱，有嗔心，有这个愚痴，等等等等。总之，大迦叶就说，他就只是一个有学人，他还没有证得果位的。所以大家这意思就是说，只要他还没有证悟，还没有消除他的烦恼的话，我们不可以把他请来算在这个结集的人里面、团队里面。但当时的比丘就说，虽然是这样讲啊，但是呢，阿难呢，他可是总是跟在佛陀的身边的，他总是在供养着佛陀、照顾着佛陀的人。而且呢，他是直接从佛陀那里听闻到很多教法的人，而且他总是哪里有疑问，他一定是马上就会问佛陀，消除他的疑问，请求佛陀解惑的。那这么重要的一个人，这么重要的这样一个阿难尊者，那我们这一次的结集，那当然应该要把他请过来算在里面。
所以这些比丘呢，也不管大家舍怎么说，他们就自己决定说，一定要请阿难过来。所以这样子，接着比丘这些都决定了，比丘接着他们就在想说，我们要在哪里结集这个律藏呢？因为你需要很久的时间，大家要合诵嘛，合诵，然后要结集这样的律典的这个毗尼，然后要在一个地方是你有很丰富的饮食，有很丰富的这些卧具，至少不缺乏的地方才行。那这时候大家讨论之后，大家都一致同意，觉得说在王舍城是很好的，那里有房舍，就有房间、有房子，然后有饮食，有各种僧众需要的各种的东西啊，卧具都有。所以他们就说，我们现在应该就到那边去，就是王舍城去结集。那这时候大迦舍也就说了，好的，所有这个大德僧啊，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就全部就一起去王舍城吧。所以本来他们这时候应该是在居士那城嘛，然后他们就全部就到了这个王舍城去。然后首先呢，他们先经过了这个毗舍离这个地方。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四分律当中看到的决定结集的这个部分。那么五分律里面是怎么说的呢？有一点点不同。这里是提到说，五分律中是说，佛陀涅槃没有多久之后，这里形容大迦舍，这里就说大迦舍是在这个毗舍离，在一个这样一个猕猴水它总之有一个水潭，一个水池吧。它总之在这个猕猴水池这个边有一个重阁讲堂，那跟大比丘僧也是500人在一起，等等。那大概这时候大迦舍对比丘说了什么呢？大概跟上面四分律差不多，他就说，我呢之前在这个波旬国要去这个居夷城，就是居士那城，我在2国中间走来走去的时候，就听闻到了佛陀圆寂了。那当时我心中也是非常的不能自持，非常难过。然后当时呢，我看到很多的这些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然后有的呢是好像这个断了一只脚一样这个摔在地上，或者有的是跳起来，或者有的是在地上打滚，都非常的难过哀嚎。大家都在说着，这个世间呢空虚了，世间的眼已经没有了。同样这时候这大迦舍继续说，这时候就听到那个跋难陀走到我们前面，就是那个6群比丘之一的那个，他竟然跟大家说什么呢？他跟所有僧众说什么呢？他要我们这所有的长老不要哭。佛陀以前总是告诉我们，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应该要学，那个不应该要学。他竟然说，佛陀现在不在了我们脱离了这样的痛苦了，我们可以任意所为了，没有任何的这种拘束跟障碍了。所以你们为什么还要哭呢？应该更高兴才是，不是吗？所以大迦舍就说，我听到这个比丘这样子讲，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过。佛陀虽然已经涅槃了，但是他的法律还在，就是毗尼这个律还在的。我们应该要共同的勉励我们现在要结集在一起，再重新的合诵，再背下来，再结集这个律典。不要让那样跋难陀的说的那些成真了，然后结果破坏了正法，是不行的。那这时候比丘们听完也觉得说，是的，是的，大家说的真的是没有错。但接着他们就说，阿难呢常常待在佛陀身边，是非常的聪锐的，而且是多闻的，而且他是
可以说是持法藏啊，持法的这个宝藏一样，所以应该呢要让阿难算在这个阶级毗尼也叫比尼，就是绿点的这个人当中人数里面。大迦叶就还是一样，他就说了，就跟四分律里面说的差不多，他就说阿难呢还在有学地哦，他还没有断除他的贪嗔痴烦恼，我们不应该让他一起来结集。所以你可以看到五分律当中说的有一些不同。接着我们再回到这个四分律啊。所以当时呢，他们就决定要让阿难呢进入来加入结集的行列。但是阿难当时在哪里呢？他自己在一个地方，在这个托钵，然后就到了一个极静处。他在极静处，他就在想什么呢？他就想说，那么就像是一个这个新生的一个这个犊子哦，就是小牛。那么它总是小的牛哦，刚生出来的就会要跟着这个母牛到处走，所以它还是有学地一样。所以他就想说啊，那个阿罗汉在哪里？500阿罗汉在哪里？他就要跟着这些像母牛一般的、母亲一般的这个阿罗汉，要跟着他们走。所以这时候呢，500阿罗汉在哪里呢？所以他们呢，就在这个，他们就经过这个毗舍离嘛，要到这个王舍城，所以就是499位嘛，还差这个阿难这一位，所以就要到王舍城就经过这个毗舍离，所以当时阿难就在这个毗舍离，所以呢，大家就知道说，哦，阿难住在这个毗舍离，所以就大家这个比丘啊、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国王、大臣、沙门外道，就都前来这个问讯这个阿难，大家都非常的 exciting， 很高兴，全部都聚集在一起，然后呢，都来这个问讯这个阿难。所以这里呢，就是在谈到说众人见阿难这一段哦。那么，所以总之阿难呢，他就在这个毗舍离，所以很多这些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国王、大臣，他们都知道，因为他们要往王舍城去的时候，就经过毗舍离，所以他们就知道说阿难在这里，就很高兴的全部就来问讯。然后在这里面呢，就有一个比丘呢，叫做拔舌子比丘，他有这个大的神力哦。然后呢，他有这种叫做他心通，他就想到说，哦，现在这个阿难在这个毗舍离，然后你看他这个比丘，他就说，你看这么多的，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国王、大臣啊，他们都想要来问讯，都聚集在这里。他就想说，我呢要来观察一下这个阿难，到底他是还有贪欲呢，还是已经离欲？所以呢，他就进入了禅定之后呢，他就观察到这个阿难呢，他并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位，所以他还是有欲的，并不是无欲的。所以这个拔舌子比丘呢，他就想说，我应该要让这个阿难升起这个厌离之心。那这个他同时就说了一个偈言，
这个比丘哦，他就说：静住空树下，心思于涅槃，坐禅莫放逸，多说何所作。总之，他就跟阿难说呢，你应该呢到这样一个静处，在一个空树，就是树下啊，然后要专心的思维这个涅槃，要好好的坐禅，不要放逸，不要再多说什么了，那些是没有用处的，你一定要赶快证得阿罗汉的果位。所以这个来自拔舌这个地方的比丘叫拔舌子比丘，那么他就为了让阿难升起出离心哦，他就有这么一段。刘文言啦，去顺的刘文言啦，西边那老的送达的地界是吧？大的呢，刘文言啦，那边那老了看，那么接下来就是五分律当中是怎么说？就是众人来见阿难这个部分。那么当时呢，这个阿难呢是就在毗舍离，然后为这个四众啊昼夜无分的为他们说法。那么有这么多的人来听法哦，就像是佛在世的时候是一样的。那接着呢，五分律这里也提到，一样有这位由这个八岐哦，来自于上面是说八舍，四分律说是八舍，这里说叫八岐的这样一个比丘。那么他也在这个地方，然后在坐禅。那么但是呢，他在这样一个可以说闹处吧，因为这么多人来见这个阿难嘛，然后他也没有办法进入到禅定，他就心中在想，阿难呢，他还只是一个有学的一个行者，他还没有这个得道，那他到底是有所做还是无所做呢？那么他就想说，在这样一个这么繁杂溃闹的地方哦，那么他应该是有所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就换句话说，他觉得他就是还没有他也知道这个阿难呢是应该是还没有证悟的，还没有得到的，所以他为了要让这个阿难能够得到，所以他就入定观察。观察之后，他就知道说他还是有所做的，就是说还没有证得果位，所以他就说为了要让他升起这个厌离之心，他要帮助他，所以也说了一个，他就去见阿难，然后就说了一个偈言。所以这个跟之前的四分律呢说的内容是差不多的。那么再接着这一段就是回到四分律里面，就说阿难就得到了，就是这样一个拔舌子的比丘哦，为了他讲说这个厌离的这些法门方法之后，这个阿难呢，他就独自就到了一个可以说极静的地方，然后精进的不放逸的去做修持。而这里经典特别提到，这是阿难曾经他没有过的一个经验。那最主要就是因为曾经他都是跟随在佛陀身边哦，其实是这个比较繁忙的，所以他在听闻到这位拔舌子比丘的解说之后，他就到了这样的极静处。那么有一次，他就在这样一个陆地哦，就是空旷的这样一个地方，然后他敷好了他的这个床座。那这里的床座就是神床哦，也就是像是一个吊床一样的，就在两个树之间，然后会用绳子绑起来，然后弄这样的一个床。然后呢，
他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他就是白天他都在修行，所以晚上呢，就是夜里，他就不断的在经行，就是走路。所以整夜呢，他都是不断的在这样做经行、做修行。然后到了这个隔天呢，一早，这个太阳快要出现的时候，这时候他才发现到自己身体好累，他心中他就想说，那哇，真的是今天这个太努力修持了，有些累哦。那么就觉得说要坐下来休息一下，然后他就坐下来，然后因为太累了，他就想说，那我应该这个躺下来睡一下。他正要这个就慢慢躺下去的时候，头正要碰到那个枕头上的时候，在还没有碰到的时候呢，那么他就这个证得了果位了，就得到了，就证得了无漏解脱的果位。所以当时阿难就证得了阿罗汉的果位，他这时候也说了一个偈言，他说：多闻种种说，常供养世尊，以断于生死，瞿昙经欲卧。所以这一段里面就是说，他一生我听闻到很多的法，多闻种种的佛陀的说法，也常随侍佛陀身边供养他。那现在我以这个断了生死，证得了果位。那么现在瞿昙就是佛陀，他可以很好的这个睡眠，大概是这个意思。瞿昙经欲卧。那针对这一段呢，就是阿难得到这一段，刚刚是4分律的一个说法。那么接着是5分律当中呢，说法是差不多的。但总之那个时候5分律就说这些比丘们就跟阿难说，你应该要有些作为一些修行啊，这个赶快努力，因为这个大迦叶很快就要结集这个法律律法毗尼。但是呢，他不让你在这个人数当中啊，他没有把你算进去。所以这时候阿难呢，他听闻到那个八旗比丘所说的偈言，然后就是那个要他证悟的出离心的那个八旗比丘的偈言，他又听闻到迦叶说没有把他算在这个结集的这个人当中。那么他就在这个初中后夜就非常努力的精行修持，然后不断的这个思维，那么就希望能够这个得到这个解脱，能够得到这个果位。但是呢，整夜都还没有办法证果。那么整夜过了，他身体非常非常的累。然后他就想说我要小睡一会儿，那么正要躺下去的时候，这也是一样提到说头未至枕，头还没有碰到那个枕头，他就豁然的这个漏尽了，就是豁然的证得了果位了。那么他证悟的这件事情呢，所有的比丘也都知道了，所以他们就赶快去跟这个大迦叶说，昨天晚上昨夜这个阿难已经证得了解脱了，所以应该要把它算在这个比丘毗尼的这个毗尼，就是律典结集的人当中。那之前大迦叶不让他加入，最主要原因就是他没有证道得道。那这时候迦叶听完，他也没有办法再不让他进来了。那这时候迦叶听完，他想的是什么呢？他就想说，那我们要去哪里这个结集？那什么样的地方是有丰富的大家
的饮食、床座、卧具这样的地方，然后可以很好的这个资助大家能够做这个绿点的阶级。这时候就大家知道说王舍城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好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总之这时候僧他就对这个僧众就总之跟四分律这里说的差不多。那首先呢，这里就是居士那罗的遗址，在后面呢，在下面这是毗舍离的一个遗址，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王舍城。所以当时就说从我们可以看到左上角呢投影，这里就是这个居士那城，就是佛陀圆寂的地方。从左上角居士那城，然后再到中间有一个Vaishali， 到最下面是要到王舍城，就是 Rajgir。那是这么长一段路，但中间就会经过这个 Vaishali， 就是费舍离，就是也叫广严城，中间会遇到。所以这是现在 Google 来看的话，就是大概要走59个小时哦，大概将近300公里这样一个路程。所以从居士那城到王舍城中间就会经过这个毗舍离的。那么接着四分律当中就讲到说，那么决定阶级说过了，然后这个八舍子比丘也这个鼓励阿难修行的部分讲过了，然后阿难得道的部分也讲过了，接下来就是进入到决定治这个全戒无这个杂碎戒，就是没有小小罪。那这一段的记录是这样子，就是所有的比丘就从这个到了毗舍离了，然后就广严城了，他们就要往这个目的地王舍城走去。这时候比丘们在想什么呢？他们就想说，我们首先要准备什么？我们是先要准备好这些房舍啊，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啊，还有那些卧具啊，我们这些各种东西要准备好呢？还是我们要先就这个做这个讨论，这个毗尼就是律典戒律？那大家都说我们应该要先准备好这个房舍啊、卧具这些准备好。那么针对这一段呢，五分律里面是怎么说呢？也是一样，就是说这个500罗汉呢，他们就决定要去这个王舍城。那么到了这个王舍城的时候，是这个夏天的初月。那一般我们说这个夏月有3个月嘛，初月、2月跟3月。那么这也就是说，在夏初月的时候，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到了王舍城，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先这个准备好整个这个房舍。那当时大概那边的一些房子啊，这个屋舍呢，都有一些这个破败了，所以他们要修补这个房舍，还有准备好这些卧具。到了2月的时候呢，他们先是做这个禅修，然后接着3月的时候，大家再聚集在一起。
那这个时候到了3月，那么大迦叶就跟所有的僧众说，请大家听我说，就是大德僧，请听我说。那么我今天呢，我要这个邀请优波离这个尊者来，然后来讲说这个就是毗尼就是戒律。那另外呢，同样在这一段里面的这个上座部的，就是巴利藏里面的前度这样的一个典籍，里面是提到说，这些长老比丘他们为了结集这个法还有律，所以他们就到了王舍城，就是 Rajgir 王舍城。然后当时的这些长老比丘心中也在想，那我们应该要好好的这个整理跟修理这里破损的这些房舍啊等等。所以呢，这些长老比丘就他们也就跟就是大家就宣布，就说我们到的第1个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修理这些破损的房舍等等。然后再到了第2个月的时候，我们就会集会，然后就开始要结集这个法跟律。同样，接着呢，我们再回到4分律同样在这一段，他们到了这个王舍城了。那么他邀了很多比丘僧来要结集，其中呢有这个陀西罗迦舍，应该是实力迦舍为上座。在第2上座呢叫婆婆那，应该就是这个普拉，就是富楼那，就是普那，就是婆婆那，就是富楼那。但是呢，一般说富楼那是之后他才到的，但所以这里说法也不一定是不是指他。那我在想，可能不见得是那时候就说，是不是一定这个婆婆那就这个富楼那他是不是真的要有来到这个现场在当时，但总之按照他们的戒老，他是这样第2上座。那或者这个婆婆那他是另外不是富楼那也有可能，但总之这是第二位是他，再来第3位就是大迦舍，然后再来第4位呢叫做大周那，那么是第4位这样子。那么这时候呢，大迦舍他是这个掌管就是掌管这些僧众的事情的，处理僧众的事务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说他是知僧士所以他就对所有的僧众说：大德僧，各位听我说，那么今天我们要结集这个善法毗尼法的毗尼的这个部分，就是律典的部分，戒律的部分。这时候阿难呢就站起来了，也偏袒右肩，右膝着地的合掌，他就跟大迦舍说什么呢？他说：我曾经跟在佛陀的身边，这个亲耳的听闻到佛陀说了许多的法教。我记得佛陀曾经说过，从今以后，这个比丘，我曾经听佛陀这样说过，从今以后呢，这个各种比丘要持守的戒律当中的那些杂碎的戒，就是小小戒，是可以舍弃的。那阿难呢，就对大迦舍这样子说，大迦舍就问了，他说：阿难，那你有没有？就在当时佛陀这样说的时候，佛陀说嘛，这个比丘可以舍弃那些小小戒、杂碎的戒。
那迦摄就问说：阿难，那你当时有没有问说什么叫做杂碎戒？佛陀指的这些小小戒到底是哪些戒呢？阿难那时候就回答说：哦，当时呢，我没有问，我没有清楚的问佛陀，我忘记了问这个佛陀，到底他所谓的杂碎戒、小小戒是什么？那这时候，因为所有的比丘都在嘛，所以当他们一听到阿难这么说的时候，所以比丘们就开始讨论了，就说我们来讨论一下佛陀什么所谓的杂碎戒到底指的是什么。其中，首先有些比丘就说，哦，杂碎戒指的就是说，除了四波罗夷就是重罪之外，其他的都是小小戒、杂碎戒都可以舍弃的，就是不持守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再有一些比丘说，除了四波罗夷，再加上了就是13世，其他都是杂碎戒。再有一些比丘说，不行，不只是四波罗夷、13世，还要再加上这个二不定法，那其他的那些才是杂碎戒。再有一些比丘说，除了四波罗夷、13世、二不定法，还有要加上30世，那么除此之外，那些都是杂碎戒。但是还有一些比丘说，就是从四波罗夷一直到90世哦，那么全部除此之外，其他的才是杂碎戒。总之呢，那接着这里，上座巴利藏里面的见度说的差不多也是这样的内容，这就不多说。总之回到四分律哦，他就说大迦摄呢，这时候就听完了，他就跟比丘们说：各位长老啊，那么你们今天现在讲的呢，都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所以呢，到底什么是杂碎戒，还是不清楚的。那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大迦摄就说了，就是从今以后，除了我们应该要创立一个制度，就是说，首先佛陀之前没有制定过的戒律，我们以后也不会制定。但是只要是佛陀已经制定过的戒，我们都不应该舍却，我们都应该要这个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尊敬，好好的持守，这样不好吗？他就跟大家说了。总之呢，他说的就是确定了，大家也这么决定，就说好，那就全部都持守，没有舍弃什么其他的戒律。那这里这一段呢，这个巴利文的见度，这里有一段是不同，就是说这些有不同的说法的时候，很多在家众就知道了。그래서 료동체리나 아니 미카시에 가르라고 그랬으나 어따 개종고 따마디 게 로마티즈 고랑 개종고 따마 상게 고랑 대사베 제래야 콩고 로마티즈기 고랑 그 응아르 쇠샤교 그 팀티즈 就说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讨论被很多其他人听到的话，别人可能就会讥笑，就说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为弟子制了戒，但是现在他不在了，就已经如烟一般的消失了。佛陀在的时候，他们才学戒；佛陀不在了，他们就不学戒了。所以，同样在见度里面有特别加了这一段哦，就是说，这个大迦摄有特别提到这一段话，为了避免让其他这些就说本来我们的戒是连在家众也都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
那么，但如果我们舍了小小戒，就会遭人这样的机会。所以接着说的大概跟四分律、五分律差不多，就是说佛陀曾经没有制的，我们以后也不要制这样的戒；但是佛陀已经制的戒，我们是不得这个坏失的，一定要住持这些戒律的等等。那么接着呢，就进入到就是阿难的七罪这个部分。那本来这个阿难的七罪应该是在下一堂课会再讲细一点。总之呢，今天稍微讲一些。那么在藏传佛教的这个根有律里面谈到的这个在说阿难的七个罪，它的顺序是和这里的四分律、五分律或者跟渐度呢是有一些不同的。因为呢，在根有律里面，藏传佛教根有律里面是先说了阿难你有这样的罪，所以就把他赶走了。所以那之后阿难因为被赶走了，所以他就很难过，但他也更加的努力，后来就证悟了，后来才得到了，然后再回到，然后再进入到这个阶级的团体里面。但是呢，在四分律这里说的是不一样的，是说他已经证得了果位了，然后他到了这个阶级的这个团体当中，然后大家是还说了他这个罪。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根有律的这个顺序和四分律这里是差的是蛮多的。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可能我们再过2天课程中我们再讲，就根有律里面它的顺序是什么。总之，我们回到四分律里面，接着这里就是阿难就讲了这个大迦叶就说了阿难的7种罪。首先第一个，阿难就对阿难说，第一个罪就是你呢，让这个女众呢进入到佛法的修持，这是不行的。就之前我们谈到过，让她进入到女众进入到僧团等等，所以这是得这个叫荼吉罗罪，经忏悔，他就跟他说。那么就有点像之前我们讨论过那个有一个比丘尼叫土罗尼，他总是找这个大迦叶麻烦嘛。但是现在呢，你看这个，现在是大迦叶就开始去找阿难的麻烦。但是呢，你看佛陀在世的时候，他们谁都不敢说阿难什么。现在佛陀一走，他们就开始说了，就说这个阿难你有错了。那说完第一个罪之后，就让女性来这个进入僧团嘛。阿难回答是什么？他就说大德呀，这个比丘僧啊，这不是我刻意要这么做的，就是因为这个大施主，就是这里叫摩诃波舍波提就是佛陀的姨母他是对佛是有大恩德的。因为佛陀的生母过世之后，都是由这个大施主，就是摩诃波舍波提，他这个养育了佛陀的，所以他就跟大迦叶说：“我不觉得我犯了什么罪啊，但是因为我相信你，大迦叶，所以我今天还是忏悔。”有这样一段话。这白话意思就是说，阿难就是好像在对大迦叶说：“你都这样说了，我也不能够说不是，所以我就忏悔。”接着大迦叶再说他的第二个罪是什么呢？就是佛陀呢曾经要阿难你呢说了3次要他做他的侍者，你既然都不肯做，
你都不肯当他的使者，所以这也是你的罪，叫屠罗及罪，你应该要忏悔。但阿难回答也是，我不是故意的啊，而是因为要当佛陀的这个侍者，这里四分律里面叫供养人哦，其实就是侍者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当时我才这个佛陀3次要我当侍者，我都拒绝。所以接着他也是说，我也不觉得我这是什么罪啊，但是因为我相信你这个大家舍哦，所以我还是忏悔，这是他第2个罪。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这个大家舍说的到底这个合不合理哦？再来第3个，大家舍又说了，就是说阿难，你有一次在帮佛陀那个缝他的僧服，就是9衣的时候，你呢，你的脚既然是用脚踩着佛陀的那个9衣，因为有时候缝东西不是有时候会要压着嘛，那他大概就阿难那时候大概就用脚刻意的就压住了那个佛陀的那个9衣，就是这僧伽梨衣哦，所以这也是你的罪，你要忏悔。所以你看，大迦叶他可是那个巨细靡遗的去挑那个阿难的错，他大概以前就在那看着，所以在问吧，所以大概就当时就有被人看到嘛，就是佛陀阿难在帮佛陀缝衣服的时候，竟然踩着佛陀的衣服在缝，所以阿难的回答是什么呢？哇，大德迦叶呀！我不是因为这个傲慢的心而这样子刻意踩着佛陀的僧服而去这个缝补的，不是的。那主要是因为没有人帮忙抓着，所以我才得要这个样子。同样，他也是说，我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那因为相信你的缘故，我今天就忏悔。再来应该是第4个罪吧。阿难啊，佛陀曾经告诉你3次说他要涅槃，要圆寂了，你竟然1次都没有请求佛陀说可不可以多注释1节。如果说佛陀能够注释1节的话，那可以利益多少人啊？可以让多少人得到快乐啊？你既然没有请佛注释，这真是你很大的你的罪，就是屠吉罗罪，你要忏悔。阿难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哦，大德迦叶呀，这也不是我故意的不请啊，因为魔在我心，因为我的心被这个魔操控了，有点这个意思。所以呢，魔不让我去请佛注释。所以经典里面记载是说，佛陀3次说的时候，阿难不晓得怎么搞的，恍神还是怎么的，反正他都没听到。所以总之呢，阿难这里他也忏悔，他说因为魔在我心，所以我才没有请佛注释。我也不觉得自己有罪哦，但是因为相信你，然后我也就做忏悔。再来一个罪呢是什么呢？第5个，就是阿难啊，有一次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他叫你去拿水，但是呢，你没有供养水给佛陀，这也是你的罪。佛陀要你拿水给他，你竟然没有把水给他。阿难就说了，我也不是这也不是我刻意的，因为在当时呢，因为那个要我取水的那个应该是河流吧，取水的那个河吧。总之呢，那时候刚好有这个500乘车，就是我们大概是马车吧，反正就500个这个马车刚好经过，所以就把这个水弄浑浊了，弄脏了。所以我就怕呢，世尊呢喝了这样的水，他会这个生病的，所以我才没有把那个水供养给佛陀的。所以这是阿难的回答。那阿难
迦摄听完怎么说？他说：“你拿了水，你就应该供养，因为佛陀有这种神通力的、威神力的，或者说这些天神也都能够让这个水呢变清净的，所以不用担心的。”阿难怎么说呢？阿难就说：“我也不觉得我有罪啊，我也不是刻意的啊。哎，不管怎么样，反正哎，大迦摄你说什么，我相信你吧，我就忏悔。”然后再来第6个罪，大迦摄说什么？他说：“阿难呢、你既然不问清楚这个世尊佛陀那个杂碎戒到底是什么？因为之前你不是说佛陀说以后比丘可以舍弃这个杂碎戒不持守吗？那你既然没有问清楚那个杂碎戒是什么，你就应该要问清楚，不是吗？所以就是因为不问清楚，所以大家现在每个人的看法说法都不一致，所以这也是你的罪，得荼毗罗罪，你应该要忏悔。阿难就说：“我也不是故意的。”但那时候我也是大概就是我也忘了，我也就是恍神吧，忘了，反正就忘了问世尊什么是杂碎戒。这我不是记得很清楚，但我记得故事好像是因为知道那时候大概知道佛陀那时候快圆寂，所以阿难好像就记录就是故事中是说阿难当时心非常的处在一种非常忧愁的状态吧，所以总之佛陀说什么他也都没办法听进去，他太难过了，所以不管怎么样，阿难就说，所以这里经典是说他非常的忧愁。聊赖哦，就是这样的形容。所以反正我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但因为相信大家是，我就忏悔。最后一个是大迦这就说你呢？他说这之前大迦这不是来见这个佛陀的舍利吗？圆寂之前，然后看到佛陀的脚上面不是脏的吗？那时候我不是问，就是大迦摄不是说他就问了阿难吗？阿难那时候就说，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女人来见佛陀，因为都哭了，然后手也脏了，然后就摸了佛陀的脚，让佛陀的脚弄脏了。大迦摄就说：“你阿难，你既然那时候在佛陀的舍利旁边，就身体旁边，你既然没有去阻止这些女人去抓这个佛陀的脚，弄脏他的脚了，那所以这也是你的罪，你应该要忏悔。”阿难就说：“我也不是故意的啊。”他说：“他就说女人呢，就是比较心软，那么所以他们在礼佛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很难过，都哭了，然后这个手呢也脏了嘛。”然后就总之摸到了佛陀的脚吧。阿难也说：“我也不觉得我自己有什么罪，但大迦摄，我也相信你是大德嘛。那么总之我就忏悔。”所以总之呢，从我们这4分律里面这一段来看，这阿难呢，他是总共有7个罪，就大迦摄那时候就指出了说，你有7个是不对的地方，是要忏悔的地方。你可以想象，那是在大众当中的时候，大迦摄就一个一个这样讲出了阿难的过失。你看阿难这个个性也真是蛮好的。他也没有觉得说啊，佛陀一不在了，大家就开始好像清算找他麻烦，他也没有这样子想。你看他的回答都是说啊，是的，我就相信这个大迦摄您所说的，我也就忏悔。虽然他不觉得那是他有犯罪，但是呢，总之呢，不同的经典里面记载哦，不只是7个，总共有最多记载的经典里面，最多记载说阿难呢，他有9个罪。所以就是在佛经里面有最多的是说他有9个罪，那一些经论里面说到最少的是阿难有5个罪，那这个我们在下一堂课会提到。好的，那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了。